各位聽眾，歡迎你人來檳城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為歡迎你人到對來聽完鬼故事。這個禮拜，我哋嘅特別嘉賓就係Ken。會介紹，等陣個一個人。我記得啦喂，係邊個？冇來吧，來吧。แล้ว這禮拜我哋特別嘉賓是聽到隻歌冇聽到伊，聽到特啲撲機，特啲咧 bus stand 你聽到伊 bring in more 嘅，唔是 bring in more，叫咩啊 ？One stop 啊？你叫咩啊？你去卡拉 OK 邊咩做咩啊？聽到是 First Avenue First Avenue 嘅聽到嘅是大伯歡迎大伯，咩做？歡迎啊！你可能各位講你隻燈嘅鬼故事啊，別叫忘點聲。OK。然後有伊嘅朋，係啦，跟呢別緊啦，然後是伊嘅朋友，伊嘅朋友是我嘅徒弟。這一年聽咗這年誒徒弟開心歡迎。開心大媽實是冇講到呢面啊，較早結束，你有時有啦，我講了，but scare 啦，反正 close to your stream 哈 ，yes please close your stream， 先嚟人冇嚟 join。OK， แล้วก็我哋另外一個特別嘉賓就是老趙是韓建拿13歲呢阿莫丹歡迎。Hello， 我是無鬼故事，特別我會講一樣有 related to 鬼物件啦。會使有冇哦？冇誒，你冇誒，但係有誒。แล้วก็我嘅阿莫趙歡迎阿莫趙。大家好。阿莫趙個就係鬼故事個。if close you can hear me turn on。即係先招俾嚟再講鬼故事，所以啲梅話就 join。แล้วก็阿莫冇莫白歡迎。我個姑冇講福建話。無冇被 cut off 了。嚇，冇莫白對啊 switch to different telecommunication 啊，成個伊當經用 P1 有可能 switch to Maxis 哦。然後個有另外一個老趙。你是小囝啊？這嘴是不是小囝？小囝對哦。小囝的。我現在。撩靚。哦 ，sorry，mute 掉。哦嚇，小囝歡迎。係，大家好。大家好。然後個有個轉過。誒，你怎麼聽到你聲誒？echo 誒，你冇冚你嘅，就冇請 headphone 了咯。小驚嚇，冇請 headphone 啦。你我聽到 echo 嘅嘛？未必是別人嘅，是你嘅，特別我講下細聲。等下我瞄看瞄看都冇啊。你是個做人好人好，個做個。哇。你是做。冇乜病。小驚特別驚啊！特別驚歡迎。OK， 等陣我個最先嘅就我特別唔知名係咩名，攏問講嘅名嚇 ，please。Hello， 你名咩 ？Hello， 你名咩？聽到我未 ？Hello， 聽到。你名咩？我名Evelyn。你係小花名咧？我名Evelyn。Evelyn 啊？定到我是唔是叫你Evelyn？仲係佢一俾你嘅叫。你是Evelyn乜啊？我叫你Evelyn乜啊？是？哎呀，改咗咯。等陣。改咗咯。等Evelyn對嚟是會看是定到是叫Evelyn哦，定到真係是。
個就學小驚下掉，唔是小驚，特別驚。了，到150就叫150啊。打。打了。150咪記得等150對係個人講 introduce，啊，這禮拜咧是要講鬼故事啦嚇，然後鬼故事咧是這禮拜是要學這沙巴誒先至講伊即係沙巴鬼故事嘛，所以講隻新嘅。對，等陣，頂一禮拜若是講頂到鬼故事是咱嘛是聽到伊講，係到底車外口，到底我見到巴魯，唔是，係咪啊？古東見到巴魯嗰邊嘅路嚇，係咪啫？新山嗰邊嘅路，看到翕到咧，即係十某頭之前啊，愛好。有伊朋友要介紹因何，所以伊朋友若是介紹因何意思，伊就介紹我咧是可能特別去看。若是講咱未知啊，你看啲物件係小英啊，物件巴魯白虎波士物件咧，咱會使去對外招啦嚇，邊咧學無叫咩啊 ？Twitter.com/ 邊咧學見無就是佢哋是學見話啦，我較少對入邊較濟對是 John On 嘅時候，你使去對話度明本招Twitter.com/John On 了嚇，講沙巴會貴，講咩物件先呢？這是頂擺我有迄個安怎講，沙拉瓦的朋友，伊人見這邊沙巴讀大學。了放假的時，伊人就出來講去海邊 barbecue。了是講下晡真熱，就吹暗暝咯。了暗暝我人愛去 barbecue。了伊講愛去一個海邊是近我的這邊附近啦。了我講迄個海邊是垃圾。了 ，sorry ruined 的。迄個海邊真正垃圾。垃圾是垃圾。是有鬼的海起來的，因為迄邊經常發生代誌。會使講咩名啊？唔咪講啊！我講海基多咯，係啦。海基。你爸爸嗰邊附近嘅啦。到後尾爸爸啊？爸爸嗰邊附近。我爸爸嚟啦。我唔知爸爸是隻為日本。了，我講我咪去啦，去華北位。伊人講。伊講鹿金蕉啊！你是講鹿家己係一條？你家己係一條啊？係咪？我朋友講啦，鹿金蕉，伊人福州話是叫內油啦，你有內油嗎？是講鹿金蕉，了我講我有就去，莫講安尼濟。你就考慮。了，我是。安怎人講金蕉，我是講活嘅。我講活嘅，我想你無打啦，是講金蕉嚇。我金蕉是講，你若是大波嘛有金蕉咯，特別我大波嘛是無金蕉。大波嘛無活嘅。我諗較濟是講活嘅，但是有活冇活。活唔是南下啦。活是南下啦。唔你是驚甲南下叫嘛？你是你有南下嘛？是講無驚，你肯定係少啊。是咯。我錯，我話講南下活咯。因為我人福州人是講金蕉啦。福州人講金蕉誒，咱福建人講活。了我是做主席的啦，伊人出糧啦，了我煮物件啦，了買酒啊，買卡斯伯啦，買啤啦，了伊人就3曲，差唔多就4曲人啦。了我迄暝我就炒米粉啦，煮炒不帶。哇！有我腰。迄個不帶炒，迄個蝦米迄個多咗沙丁咯，真正好食喲。喲咪啦！把隻我對起，這個時候我去吹嚕。咪你是到沙拉瓦是沙巴哈？沙拉瓦是沙拉瓦。我去嘅時未必嚟，我去未按去沙巴嘅吹嚕煮食哇好。會使包隻包大。哇！會使好包隻包大。好勢。了，迄暝我人到迄邊差不多是5-6點啦，暗了啦，因為我人這邊當尾較早暗啦。嚇對。了我人就物件擺邊還未食啦，就啉酒咯。了我5曲朋友，我講
你人袂使四处讲话哦，这边啊，听讲有迄个鬼啊，啥所当安尼款啊，会扫人的迄个命的哦。哦。了，我朋友讲无可能啊俩，这个是骗色囝物件啦，莫骗囡仔人，讲骗囡仔。了，我落去朋友真歹的，伊就佫直佫伊人佫一个朋友啉酒啊，啉一，互伊醉哦。哦，管你啉酒还醉哈。了，伊叫我寄迄个不带大大，互伊食了，莫互伊啉水，叫伊啉啤咯。哦。了，白白啉啊，啉了，伊先我迄个朋友先倒了，袂久，伊落去，伊看到伊倒了，就找我来啉咯。了，我是啉袂倒的人啊。你只够啉啊。了，伊人本啉啊，啉到落尾，迄落去本倒。哦。倒了袂久，我骹互迄个迄个红叶夹钉，夹了钉夹了，我就去报仇咯，去找伊的迄个伊人的大厝紧倒落咯，我去用火烧啊，去帮助阿咪咯。了，比赛咩？哈咪嘅？幫住我招精啊！幫住招精啊！阿咪你是幫住到紅蝦，為咗招會精啊？紅蝦是招會精嘅笑袂使袂使幫住紅蝦笑。伊袂人招啊大條嘛？有啊，精啊大嘅。係啦講，然後你幫住佢招，不你笑啊，幫住佢笑啦就。紅嘢招嚟。了我袂久我就轉來咯，轉來了，伊人就請起來咯，因為我去行嘛，伊人困真久嘛，因為已經醉了嘛。了我出去本好久啦，了我轉來嘅時，伊人本請啊啦，了伊人頭仔醉嘛有做夢啊。了。有做夢了，有醉嘅人做夢啊。你媽寶人做夢啊？迄落橋媽寶的人，伊講伊人夢到時啊，伊人倒佇海基迄邊哦，伊規身軀袂當振動啊。哦。了看到伊個海基迄邊有落橋，啥鬼安尼看起來啦，伊面就是迄個啥所當安尼看面啦。了起來到伊人頭前，了伊個喙。甲我講，伊喙是長長誒，就是愛去 kiss 伊個喙，啥講？要掃伊氣呢？啥愛掃伊氣安尼看吧。了伊個愛着掃伊個邊，伊就驚起來，驚講，你愛蝦米我就互你啦，你愛叫我受緊紙蝦米不會使啦，講到了去啦。伊講你愛蝦米我就互你啦。伊之前有甲我講，蝦米講緊張時，蝦米不講出來，800啦，蝦米物件不講出來啦。了，我係佫一個，伊講了後尾，伊愛掃盤，伊佫是無聽了。我朋友講，後尾你去掃，我係隔壁迄個，因為伊人較肥淡薄，伊會氣較濟。那受不了？那受不了愛肥伊去。無，伊無聽，了伊就掃掃伊哦，掃了伊現了啊，了袂久伊就去掃迄個較肥嘅去哦。你等陣我問你，這是到底是你無看到啦，這是你嘅朋友甲你講樣綁到啊？什麼？伊人車我甲我講嘅。特別樣三人綁到上嘅物件。無兩橋呢？兩橋。有三人醉，迄個着灌醉人無綁着啦，還兩個綁着。了，迄個第二橋本行了，愛掃迄盤時哦。忽然間怎講啊？風險。風險落咗大雨。咦，係咪落咗大雨？落咗大雨。落雨啥意思？了，就是因為迄個落真正。大嘅熱河啊，好彩落去咧熱河了，迄落去就青起來咯。了，迄個熱河是倒落來嘅啊。迄個熱河就是第三橋，迄橋講伊人落橋愛罰伊該罰幾條啊？其實棒球都一樣，
啊，伊讲伊用手扫，安怎有？天安怎有热雨啊？你看了扫。哦。迄个Nokia 就扫到迄个熱雨。嗰個就可以叫掉嗰座河。啊，就是咯，因為迄橋本袂知蝦米，伊是幫着家己去弄到幫着。啊，安怎拄好本是幫着伊人Nokia咯，叫着伊咯。了，我對來時，伊人甲我講了，我就講安尼款，咱人做人袂使做歹嘅代志啦，愛做好嘅咯，袂使講。安尼看咯，你看就包2有2包，3有3包咯。哦，掉一百億啊，掉一百億啊！特別個好你好嘅啦，你做嘢人叫就對啊。啊，是咯，了伊人下擺無甲佢欺負伊咯，因為好彩伊會熱就叫咱落去咯，啊無就是直接啊。對。哇，個即伊幾個數個有佢哋個 educational value。moral value 啊！你真係但係你除你 moral textbook 一定35頁啊，是對，你幾個數？誒，伊布林啊，伊布林點啊喂？伊布林，我叫伊布林啊。定到我叫咗未？伊布林啊。伊布，我定到時我叫咗未？定到嚟時你講未？每時講。伊布林喎。哦，定到時講幾個數啊？伊布林唔是話布林。係啦，伊啦，伊就冇咯。住定到時講未？幾個數咩？冇啦，定等我講啊，我頭家。頭家告訴講頭家。多英國嘅。哦，嗰係長師嘅嗬。我係記。我佢記嗰啲長師。OK，伊布玲嚟，你講你當英國本。唔是我家己嘅故事嚟。我姨甲我讓咧嗬，讓路直接去上海啊，上海。對，上海。我表講去食飯咯，等你好讓一間房間內邊有2個名稱。然後我大姨呢就去我姨丈嘅名稱位講咯，講故事講我大媽嘅導遊啊，唔知講後面講啊。你真好笑啫！你又咪笑到紅響邊啊！面前嗰邊有人笑。笑個真大聲嚇到人，因為我以前嚟Sorry fake。我以前落嚟無上線咧，規個人跳起來。你是無看到冇特別講，好像聽到幾隻人嘅聲笑出來，睇嗱。本地人兩人笑呢，咧邊啊面前個笑嘅。了我伊就講啊，應該是鬼壁旁經嘅啦。恁伊講乜落可能鬼壁旁經笑，到這邊聽到。查某嘅聲啊？嚇？查某嘅聲啊？唔知哦，伊無講。伊講笑真個哩哦。人講唔知講啊，你袂使放空，就變係垃圾嘛，人就袂曉伊講。袂使咩？袂使放空。放空啥物事？袂使無下物件咯，無人困眠時袂使無下物件。哦，你特別物件下起去。哦，我唔知喎，啷知哦？我唔知啊，但我會曉啊。你趯了伊嘛？趯了有啲物件是 reserve 嘅嘛？所以伊應該別來先正佔嘅咧吧？做亂啊！我唔知喎，以後不到，特別我就只講去房間困內名稱啊，冇用另外一個啦。我較濟本是。佢這本是一個名稱嚟啦，橋條特別喲。我去攞個名稱，另外一邊特別係物件，一樣個別來，幾個別來插亂啊。唔知啊。你幾個人聽到笑聲，呢，一是爹爹呢，爹爹隻呢，一下丟隻，啊唔知，用笑嗰陣好笑，已經對了笑咯。哦，有幾隻？輪笑就夠佢呢哦。即個大伯啊，大伯。安怎？你，我在大聲，係咪物件誒？我名稱啦。你代表名稱你聽啊？幾百。嚇！你名稱夠幾百啊？哇！無啦，就是我名稱啊，我無類買嘛，哎呦。你無類？安隻維娃娃嚟啊！出面係維娃娃。唔是講無 online。แล้วOK，等陣無大伯位未咯？你講你家己，你講一幾個是講乜？一等你講下。哦，伊是一個 documentary 嚟啦。但是幾看啊？
未看，这是到 Australia Sydney 诶。Sydney 啊，你旧嘅 station 那邊啊？舊嘅電台啊，你是講？唔是，伊是一個 train station 嚟。哦，火車站。啊，古早人拍陣時用嘅。哦，夠用哦，當然無用嘅啦。當然人起變一個 train station 咯。我用一站起，特別做 modern 嘅。哦，了就是講，伊人一底有一個像個單兒嘛。暗坑。有一個暗坑，了有一個導演加三個演員，伊人要落去看下底有啥物物件咯。即導演加幾那個做戲嘅人。成個 director 啦，伊帶了伊個卡鏡落去啦。因去嗰邊做戲啊，戲片啊。伊人愛落去看下底有啥物物件。哦，實在是吹簫還是讓俾戲片嗰邊要去 check out 伊部。伊人去看，伊人是好奇心。哦，因為迄個 security 講，伊人袂使落去嘛。哦，那交嘅不落去。人交嘅啦，怪難嘛，怪難要落去嘛。แล้วตัวเรื่องขี่แล้วขอเดี๋ยวจะเจอสังกัด homeless people อ่ะเรื่องตัวเราไปโย่ทำไมมีแกวิวว่า都ฮัสซี่ว่าวิวว่าฮัสซี่ว่า你先กินแข่งแล้ว搞個背脊冇啊喲你第幾版啊我聽到我聽到哇一聲冇啊我聽到搞爛椒你硬下定你係笨椒啊 OK แล้วสิ你啲 Q 咪嘅見公公啊睇到係แล้ว就去講阿莫丹啊不是即係大伯แล้วไอ้รังขวัญเนี่ย homeless people ไอ้ทะเลซาแล้วไอ้รังคุณในบิงเฉิงอ่ะมัน是บิงเฉิงอ่ะสังกัด然後呢做呢yoga冇呢好啦就是成個一地步啊咁啦有隻แล้วไอ้รังตัวเป็นกล้องแล้ว因為有一個這樣嘅了係你 camera 嘛讓ตัวเป็นกล้อง啊成個做 Brita 咁啦對新聞新聞แล้วไอ้รัง想講ไอ้รัง隻狗嘛แล้วไอ้รัง想講ไอ้รัง落去有可能發現到啥物物件แล้วไอ้รัง就成個出名出名咁啦แล้ว在唔知啥物事你 homeless people 嗰啲無地嘅喎嚇紅險就係冇㗎啦，咦？安怎咪就冇地？知唔知？伊人是看到伊人大位啦，特別無人嘅。人嘅，แล้ว伊人都是好似咯，係咪屬於無人嘅？特別個衫個係咪物件個了？แล้ว伊人都個再行入去咯，行入去了看暗嘅物件。แล้ว伊人看到一個大精，一個成個安怎講？撞鈴嘅精。撞鈴嘅精。我就大精，好聽大精。แล้ว佢哋大精咧啫。แล้ว看到大精，人就好奇咯。แล้ว伊人有，迄個導演伊叫伊叫卡鏡去 check 看迄個大精有啥物物件嘛。แล้ว在伊人啲 plug 迄個 wire 接camera 嘅時伊個卡鏡去 check 迄個大精嘛。แล้ว在出隻無去喎，伊個卡鏡。แล้ว伊聽到。是裝戲好險啫。伊聽到成個伊講嘅聲啦。แล้ว一頭無去喎，伊個迄個卡鏡，แล้ว伊人去對喎，去對無喎。แล้ว伊人嘅迄個 bag伊人就下掉伊人嘅原點那邊啦。แล้ว伊人去對迄個卡鏡嘛。แล้ว對面是伊 bag 無去喎。แล้ว伊人就去找哦，找，好彩人個迄個 camera 啦，camera 個火，迄個火 flashlight 咋，成個哪能講啦？แล้ว伊人 battery 咪個了倒喺你 bag 裏邊嘛，แล้ว伊人 battery remaining 存成個2點鐘咁樣啦，人都直直行咯，個再行入去咯，แล้ว行看，直看 check 看有啥物火嘅迄個。快吹掉，你有冇รู้即係是你看即係documentary 是你睇到一隻 clip 啦，
有哦了 tapi ale Australia government 伊人买好伊人下只 cinema 哦所以你安怎办 online 是 online 哦我看喎瑞玲我不知叫啊 OK 我你吹一叫啊了等下免當劍免當劍，決定你講一聲，講你那個叫了，伊人都直直行，看了迄個sign啊。了有一個，就是迄個查某，伊人有兩個 camera 嘛。一個是細個啊，成個人用的啦，成個細個啊，個 video camera 啦。一個是迄個成個人翕，較 professional 啦。大個有灰的啊，有兩個。了，伊人看到一個 room 咯，成個茶冚掉的啦。了，下叫查某，伊人都看到成個有物件走入去啦。了，伊人就看咩走入去，伊人想講是伊人卡鏡嘛。迄個查某伊掂伊個 camera 到迄個下底那邊哦，迄個門那邊外口，然後伊人三橋就走入去啦。就是有三橋嘛，有一橋就掠去啊嘛。伊人看到回個了哦。你回個了到迄個就是迄個迄個房間，了有一個交椅哦。了伊看到伊卡鏡 torchlight。哦，搞到嗰邊。搞到嗰邊，了迄個火是成個只 fresh 啦。了伊人就看，了後尾的時候，了有人 pick up 迄個 camera 哦，迄個伊人巴肚的 camera 啊。有人 pick up 個 camera 了，翕伊人三橋到迄個 room 那邊喎。了，伊人就講成個伊人 pick up 大隻大個 camera 是細個 camera？ 係個細個 camera，大個伊人夾入去。哦。係個細個 camera，係個查某就是巴肚個 camera 嘛。了伊人出來時。了人看你 camera，就是看 revive， 就是看哦，看 rewind 到對時間，看到安怎有人夾啦，係咪？看到安怎有人夾咧？了就只好奇哦，嗰隻去哦，特別有一條講，我人別得起去了，我人買嗰隻你看了，啊無我人是達到死嘅。出事啦了達到出事嘅，了下條有一條講袂使，我人袂使放掉，我人卡鏡反走。特別吹啊！特別吹出來。了，人就搁再行入去那邊，了爬樓梯啦，啥物啊，看到，了，人看到迄個 security guard，哦，迄個單人的水那邊，人活掉的啦，活掉人啦，伊，迄個 security guard 落來嘛，落來看嘛，就是落來 check 伊人，了，迄個 security 講 ，You guys better come with me。你叫人出啦？行，你三橋對了伊哦，迄 security，迄三個，迄 security 帶了人三橋行，愛起去啊嘛。了到一個啥安怎講 crossroad 的時啊，岔路分岔路。岔路啦。了 security 甲先行入去嘛。了就是有一條啥只快人掠去迄個 security 甲，你知無？哦。人看人就車鏡哦，有翕到下 video？ 有翕到，甲了有翕到，真個哩嘅。了，伊我愛看。了，真個哩哦，甲你講。了，就是看到迄 security 甲無位，人有真驚哦。了，人看咩冚起嚟火了，迄個大個 camera 嘅火。了，人去逃避啦。了，伊人就是真好奇嘛，蝦米事會安款呢？了，搁再行，伊人聽着無聲咧吼，伊人搁再行。了，行到去一個迄個水嘅單那邊時啊，伊人看到個 security guard，特別無目睭了誒。屙出來啊！目睭了，伊人到迄個水那邊講，伊個活掉過誒，伊是個毋知去倒落啦。然後後尾有一條成個只大隻嘅人，成個毋知啦，毋知咩 monster 啦，了頭毛成個亂款呀，然後看到伊解哦，然後解伊頭無位哦。咁咧我不給你，翕到不啦？咁咧翕過來，有翕出來。
然後黑橋加了迄個 security 個，伊人看到即條殺個人了，黑橋 monster 看了人殺條人。哦，了。然後伊慢慢行過來。monster 是成個人形嘅事，伊是成個人毛毛嘅人，還是成個咩？成個老狗，成個你成個 Bigfoot 呢？伊是成個人咁啦。特別有毛毛，伊頭毛深深嘅呢樣。有青衫，有寫青衫，無你寫你垃圾衫咧，嚇是係咪？垃圾成個 Resident Evil 咁啦，咁呢。哦。แล้ว樣到了伊目睭是成個發光嘅款嘅啦，唔知安怎。了伊人Are you sure 唔是你 Blair Witch Project 係啊？唔是。你講。แล้ว伊人到黑橋加了迄個 security guard，伊人看到伊人殺橋啲看了伊嘛。แล้ว伊人到伊就慢慢行過來哦。แล้ว伊人看到伊行過來，แล้ว伊人咁樣走啦。แล้ว過了個再無事啊咯，無事了哦，人個再 continue 啦。走出去啊？無走出去，就是行八條路。伊係你單人是成個一個咩情況啦？哦，你未出？未出去嘅。吹無落出。伊人走下去一個 dead end 嘅時，伊人就講咯，伊人問佢查某 ，What should we do now？แล้ว佢哋查某講，We must get out of here as soon as possible。แล้ว伊人講 I cannot leave my friends here alone。就是講阿橋。伊咪在幫啊？你就是未必食嘢咯。嚇？未必食嘢。我唔知啦，伊人無所謂食嘢係咩啦。แล้ว伊講we must find the evidence and then we can get help from people upstairs。แล้ว伊人就繼續咯，แล้ว佢哋查某甲咧逐步就咬落啊，成個無啱啊。แล้ว伊人個聽到聲咗，無 ending 啦 ，Ben 點啦？誒，嘛啲行咯，行來咯，有聲咯，有人咯，有鬼咯。咪錯咪人嘅啦，我聽你講。แล้ว安怎啊？未講嘅了嘛，你等。嗱，不如咧，我哋笑掉聲啊，接掉別人講啦，成個接咗嚟講。OK，攏講佢。second part 啦，second part second part，我聽我 curious。แล้วไปคือวิวว่า歡迎嘅，嚟วิวว่า嚟啊。แล้วก็小鏡對哪位小鏡 ？iPhone。對哪？แล้วรู้ OK，較好佢搭把 computer。OK。แล้วรู้幾個數呢？我啊。我問你看我個人講起過KL 嘅故事喎。冇。嗰陣講嘅是望未注意嘛？對。係你講下有。一 KL 係咩？KL 是邊那是乜？哦。KL 嘅 story 係點講呢？我用細漢 start 起，因為我 father mother 都喺 KL 嘅。都我本身是到底我媽正邊嚟嘛，所以แล้วจะแต่ละตอนนั้นของปังแกเนี่ย我講到去 KL 嘅咯，แล้ว KL 係幾勁 because 嗰陣你就講陣啦，我邊嚟去 KL 愛睡厝愛睡個半夜嘅嘛，所以我 father 咁嘛，我 father แต่ละ當一個睡嘅咁個半夜就啲我用做珍珠花卉啊，珍珠花卉啊，波加登。伊阿妹伊應該是讀啲較出名嘅 institution 後尾啦。แล้ว我嘅 mother 咧，往特特到我幫佢買啲皮咯，所以我細漢我冇垃圾啲方面啦。所以迄間厝咧是有安尼款嘅物件嘅。哦，垃圾咩 ？OK。安怎呢 ？because 迄間厝是二芒喺啲黃昏入邊哦，睡上一半二嘅一間啫。哦，嚇！十擺時你可能睡覺咯，睡到啲半幾嘅都是。了，咱唔知嘅嘛，得談半幾咯，啷個？了後尾是安怎會發現到，安怎會知到咧？就是講，我嘅 mother，我阿妹先，阿妹特別係阿妹啦，係哦。會聽到有卡夾到。呀，咔咧。
我買人叫個前客嘅去整啊，去安尼款呢。แล้วแต่ต้อง阿妹就係困咗溫困樓頂嘅嘛，樓天鵝樓啦。就係講阿妹困呢點聲，唔知幾點點聲，都特啲係聽到客嘅聲，前客嘅聲嗬，起樓梯嘅落樓梯嘅啫。哦。แล้ว伊會起樓梯嗬，會就係講伊去開北京房間嘅啫。哦，你聽到伊聲開北京房間。แล้ว樓頂有三間房間，一間大人嘛。แล้ว伊個會開，你會看到有人開門就對啊啦。แล้ว冇人嘅嘛，呢個係有陣時是我個位慢啊嘛。แล้ว我老闆有時冇啦，特別有陣時困了，因為การ์ตูน嗰啲咧，ก็我個位慢嘅話，แล้ว我是困頭卡嘛。แล้ว我困頭卡啦，耳仔特別是向嚟啲嘛，特別向有陣時咱困邊啊，咱咪是耳仔向去頭卡咯，對。แล้ว你個聽到講卡嘅聲，行嚟，可能就哦。你聽到樓卡位啦，聽到咔呢。แล้วว่ากูสิว่ากูหมวยว่ามา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กูว่าแล้วกูหมวยว่ามาว่ามามีอ่ะไม่สู้แต่อาแม่ว่าเธอจะขาดแก่ขี้แล้วมากับว่า講咯，伊講伊講唔要緊嘅啦，伊講安迪嘅ขี้。我冇咁你講啊，冇咁你講係咪㗎？伊係同我講緊翻，แล้ว你是試行過啦是？喺陣時啊教會嘅啦，我未記我幾回啊啦。แล้วเกาบุ้ยสิว่ามาเลยก็ตัวหันหลังไปแล้วว่ามาเลยก็ก้องอูอันนั้นมันเกี่ยแต่พี่อีก唔敢接วางในพังเก่ง because ว่าเราแปลแต่ละเต้าอูเดี่ยวสัมโปตัวเดี่ยววางพังเก่งเลยไม่เป็นหรอแล้วเกาก็ตัวหันเนี้ยเลยก็กิริยสูบไหลแล้วสาวก้องลอง still ตัวที่เป็นกว่าบาลูบอกว่าล่ะอีกการลูกก้อง嘅事你如果有การลูกก้อง嘅事ลองก็ still ตัวที่เป็นกว่า係because 我細漢時我直接去嘛，咱有6年級嘛，1年級到6年級安尼坐嘛，6年嘛，แล้ว我細漢我直接去咗去嘛，แล้ว有陣時阿妹食飯，然後我講我慢嘅嘛，我老爸唔知就即個數，有可能伊無你到底聽了 ，OK， 所以特別唔知。哦，嚇講，嗱，呢個數先看，我諗落啦，嘛個囝個坐到食飯咯，咧食飯有陣有一點聲吼，個條啲講咋，講媽咪啊，去開電視機啦，你看到啫。แล้วผมก็ไก่คุยนะนะครับเจ้าแล้วผมมาเพี้ยนเป็นสกีคุยอยู่โย่แล้วจะมาทำมือเสีย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กระโหชิวลังสีหันลังใจสีมาเดี๋ยวหัวไตไม่ใช่ไตไก่เสียเนี่ยแล้วนี่เสียรีโมทคอนโทรลอ่ะ唔一話大嘅都正喎。誒，等陣伊電視機是安怎啊？電視機用手轉咧，還是安怎？是古早係用手我未記是滴，還是用一把燈滴。哦，哈。咁都只都會就係講我一直劈我隻嗰個地方。伊劇就大聲嘛。一隻好潮嘅，แล้ว無辜點知啊？我其實講我買到特刀隻春嘅半哦，個係嗰啲阿妹會啊嗬，แล้ว個呀แล้ว冇燒嘅呢隻。แล้ว我佢唔曉嘛，我講咩啊？咁燒咗就多隻半啦，可能隻春嘅半啦係個阿妹冇燒嘅。你講火係你唔記得咯？呀，幾厲害！所以成日當做成日，係咩嚟？sorry，帶住你鬼聲你是當做成日學生咁冇春唔叫行字啊？แล้ว教妹是都別人講成啦，我老淡薄，個斷咧，我俾佢同你講，到底伊是雜波是雜波。OK， 你講確定嘅講啊？跟住到底嚟嘅你講啊？喲，幾啲 OK， แล้ว當今學到底即個唔係講我係伊布林。冇啦。冇啦嚇 ，OK， แล้ว我冇別人事。我試啊。別緊行你留掉，別緊你一個冇冇白，你冇冇白講有嗎？冇白講。阿偉講呢個。你講嘅事。正啊，個數嚟就浪漫鏡啊。嚟啊！你驚可能係死路啊！第年啦，第年啦，這個實啲是正啊！我個老狗驚家己本身看。嚇 ，OK。特別我人看到無上點事，然後就所以每貴咗一
禮拜後啊，我人家講白白講白諾，成日在講有一個數學證。所以較早幾若個月前嘅啫。我到啲厝裡面先哦。我安怎啊？十一禮拜特節啊，有人徛喺我厝裡面留對頭，看到我對厝。你感覺到呀？我感覺到我影到不就買了飛機接來時，because我厝嘅大門我會窗門無卡面嘛，所以我阿妹厝我係大門開開時就看到有影徛樓推頭，看到就我一禮拜特節看到咗。แล้ว我唔插伊咯，因為我客姑講過，我有公司看到佢哋行，我唔插伊啦。แล้ว開始過แล้ว過咗冇幾耐禮拜就แล้ว老舊囝甲我講起哦，講你知啦，客姑即個厝大，厝主貴姓了就，伊我拍電話去找伊個囝，愛找伊老爸，找伊無，伊講伊老爸貴姓了就。แล้ว我講第四個屬於講幾個禮拜前咯，แล้ว我講。แล้ว佢講迄個講迄個幾個禮拜啊，我大概只看到是伊來啫。我都見你講，我家仔講是伊來啫。因為我捌看過伊一路刀啦，等你講有影上迄是伊關大，伊海啦，伊關大，你咯。咁我問落個聽看下，我講你看，你講有都看到頭我想講是你比無半行家己把酒做路看啦，看到哦影啊，把酒花啦。我講我其實原來上你點先特大隻我看到。แล้วลูกกับลูกชูจู講，你係是ยังตัวเขา再講意思差唔多係是貴先啦，係就到對內係邊隻一處นั่น一隻處นั่น咯。แล้ว你冇當見冇驚咩？到處到你唔想講，哎呀，死唔使可能個到對內貼物件。應該是別啦，因為就話起碼我改住嘅，所以嘛我個 renovate 啲厝我情況就10,000嘅。冇覺得對厝水啊？我講厝水是好 on time，一個 renovate 厝我嘛，所以計時歡喜咯。你講我買這邊嘅女啊，我下底嘅女。你識夾一半下底嘅女啊？我咪突咯，個突。แล้ว你冇成日講成日對來是，所以 OK， 我問你，我家己冇經驗過，就是講，你若是講，特別人講，你感覺就是人看，你係你感覺啦。我真係是，我唔個見捌 feel 嘅，你可能感覺過啦。特別你感覺人看你嘅時候，特別往時你想，我哋 try to imagine 講，人看你感覺是安怎啦？我哋想講時有當時你家己驚時，你感覺到人看你本來係一種感覺，特別 maybe 是，若是講你真感覺是，伊是真正 sure 真 certain 嘅時候，你就講下邊有人看你呢？你就 feel 到時候就物件到底下邊嘅。你 feel 到，你 actually feel 到嘅。你 feel 到貴嘅是 ，I mean after 成日補嘅時，你真正 sure 講嚇我伊補起來可能，所以你別成講感覺啲唔知個有調 ，because 你只 certain 你只 sure 你只 certain 你只 certain 講就只補了咯。你 feel 到你頭痛，還是你頭 feel 到 weird 嘅 frequency 可能唔驚？頭 frequency 冇你講。你有咩？小驚？會 feel 到佢哋。atmosphere 嗬，刺激呢？無想到啊。所以你感覺到伊個 feeling 冇咩想嘅嚇，你是講？會 feel 到佢哋嚇，你記較早人去教嘢啊表？對。你記講我講我咪行入去。對，你講你咪去啊妹嚇，你是感覺到嚇？你幾條路啊？嗰啲啊。真正濟咯 feel 到。你幾條路係咩事？你是幾條路是講咱行去後尾那邊，還是幾個叫王爺幫頭？叫王爺幫，叫王爺廟頭整嘅？唔是啊，你後尾，你講行對，咱行去後尾翕小影嘅嘛。你個直接行後尾，點解佢講咪行？你直接去四條路啊？係啦，嗰部確掉我哇！你一人。喲。特別，咱我個 try 去看看有，就個翕照影看看翕到咩物件哦。OK，如果我講下翕照影嚇，咁這裡long not necessarily 會看到貴姓人還是咩，你知啊？
攞 check 佢攞嘅 camera 嗬。攞嗰陣時啊，攞個有啥照片，可一點。我不聽過本。我 zoom in 就去看，會看到伊嘅邊那些面，佢哋係樣靚嘅咋。orb 先叫啦 ，orb 樣正叫。伊成貴。伊個唔是火啦，伊是 orb， 伊成你只 natural environment 是無火掉嘅。伊是靈嘅掉咯。伊係你是 actually 人講是好。安那路沿嘅好沿嘅。我都睇看到。我一個朋友聽到我舊嘅講嘅啦，第二，我唔知你叫我擺我個人講過，我一個同事較早唔是即份啊新嘅講嘅，佢舊嘅講時，我一個同事查某嘅，伊講伊驗物件對去 studio 去行嘅時，伊聽到人講啊，真係直陣嘅呢，講咧掂去啊，一見查某，伊逐擺有去對幾個人迄物件，伊只是間迄物件，世界去咧樣規定嘅朋友，伊逐擺嘛，就無來搭頂哈利戴維森咧，伊就去咧成個不相為 hotel 很大啦。咱去個朋友就成個有介咧幾樣 communicate 嚇咯。然後有一條小影，伊翕到 show 啊，一條小影是樣成幾間，個咧到啲房間要對啊白啊，後翕小影，樣咧幾間翕小影翕啊。掉，處理個啦 OK 的，有一掉呢翕到，一點係落雪，然後呢伊就到接嚟開個料，就是幾個料啊 surrounding 樣，特別處理小，你就話是咱第三個自拍嘅時候，咪就翕幾那掉咯掉，你就唔知講準無準啊，你翕一幾那掉個啦，4個掉個啦翕嘅無，特別掉裡面中一掉為開個料嘅 surrounding 樣，唔是開嚟一點白白嘅物件。我不看過一隻聲，你一隻人咪是笑伊咯，講 maybe 是啲 flash 嚟啦，咩物件？特別伊是講特別做乜事個了不掉步個了，係是講，伊講伊看出，伊唔知興啦，我唔知有講伊有看，我別曉啦。了你你是講到了咱講起你講嘢，後尾你是感覺到咩？你感覺到有物件，你唔知講是係咩物件啦？小件？你會 feel 到講伊無想到 because 我嘅頭我唔知啦嚇 because maybe 我嘅 brain 嗬係 sensitive to frequency 咯。我嗰隻 example 就是正式嘅啦，有一日攞面教我兩人個坐咧隻物件，我嘅 handphone 個放一條我兩人嘅檔咯。然後安怎咧就是我個方向看條我嘅電話條。แล้วไอ้มีกูมือวะรอมีกูมือวะ咯ยูลูกให้มีสูงอย่างว่าถ้าจุดเช็คเกมเขาขอเดี๋ยวว่าจะนอนมาเหรอแล้วกูว่าให้มีสูงกูยังบ่วันตัวเช็คเกมเนี่ยเหรอว่าจะนอนตันเนี่ย所以你 feel 到你成個 wavelength 呢嚇你成日感覺到你感覺到你 GSM 嘅 wavelength 嚟㗎，你電話是你感覺到佢呐so伊是毋是逐到會咋？伊是 certain time 點先嗬？會 feel 到環境 environment 頭部上了。我這朋友係我唔係朋友啦，我不聽過一個 through podcasting 吧嘅一人，伊播係本是點頭殼聽到個聽咧，後尾 find out 到伊厝誒後尾嗰邊一個 cell phone 嘅 handphone tower 咋？你一搬走我都冇頭殼聽喎。你是嚟掉啦，你是 radiation 嘛？特別依個冇啊，別人啱會厝人冇啊，近嚟醫保呢，頭個聽。會人 sensitive 啊，頂。sensitive 較敏感。伊會講話所以我常常講就係人會人因為看到，然後你個了嗬，嗰是樣嘅 frequency 嘅調我樣咯。channel 調掉。對。喲，我要 try 喎，特別有個驚喎。咪 try 好啦。我就聽人講，我聽人講，有陣時講你就 start 嘢，後一門開喺被冚嘅，我驚就是呢。人講佢咪所謂街咧，有人想去看到嘛，แล้วยังไอ้ไม้นี่กี่ม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ไอ้เฉียงกองมาแล้วมีวิอังกองติ้วอย่าง frequency ก็มีวิเสียงตอนนี้ frequency 係歪去，所以不打時你就聽，安怎直直聽到 My FM 嘅。剛剛就聽到咧係 radio station 咧，就แล้ว個全部講掉個嚇，但係唔是講冇特別驚冇講掉嘛？特別驚mute掉你咪啊，開嗰啲咪機。毛菇咧，毛菇冇講掉，我靠毛菇，特別驚冇掂咩？特別驚。
特別驚無啲啊？誒，攏咩在甲無做工啊？嚇無，特別驚講，特別驚無啲啊？了，係你呢？啊，哎，這無聲氣，讓我聽到聲。哦，真係靜氣啊！係你，不，大伯 ，continue 講你嘢，你 sorry 就等嘅講。我講啊，到咯，大媽。但係你講啊，樣嘢就冇計，特別小命咯，一講起去。反正我笑呢。樣我要走去咧，一看到一隻 monster 隻頭去啊，然後走去。咁呢？唔是啊，你講唔係嘛？monster 隻頭。等陣，我笑呢。你丟嘅？丟嘅好，你丟嘅 frequency 啊。對，安怎講嘢啊？兩度小命啊嘛，了兩度起，我唔知安怎講嘢啊。啊，尾了時你講了時，哦，你咪講個了啊，講個了，你咪是人知個了，伊了，我要去看伊咧，特別後尾樣三間有 survive 是死個了。後尾是剩一橋呢，剩一橋，喲，你是害你 monster 架啥物？無，到尾兩橋，到尾第二橋咧是釣黑的的士嘅，伊是釣黑隻物件拖伊咯，拖伊骹拖伊，特別伊人救着伊嘛，了伊放伊哦，然後佢擺到起來，了伊嘅身軀毀了。喲，了伊特別，了伊到尾伊無死啦，伊釣黑隻物件拖落去啊哦，了伊人。後尾夾去照了伊就放伊走去啊嘛，了伊就夾，伊就放伊骹，了伊就擺起來咯。了伊下橋咧，到尾是釣黑的士，我唔知係咪屬於釣黑的。特別是嗰啲係黑市啊，黑市釣啊。無，就是一樣擺出來，擺出來啊。train station 嘅時，伊個死嘅。哦 ，OK，好聽喎，誒，你使寄，你嘛未記寄 link 係嘛嚇？你 email 係嘛 please，我俾佢看，特別我個驚喎。Gili啊！你講 gili 係嘛事？誒，等陣，講妹，不，我俾妹，我是俾妹啫，毛毛菇，伊叫我拍，你可以叫我看。我看得咯，通看。到底 YouTube 未啊 ？YouTube 我唔知，我去 check 看。毛毛菇嚟講，你看 mute 你咪聲，冇佢哋嚇。嗱，你講係咪講 before 都對先，係咪講毛毛菇？哎呦，哥姐哋 ，OK 啊，這是我I think 7月，可能是我釣嘅啦 case 啊。冇7月是等人7月。等人7月。今年啦，馬路嚟啦，最近。今年啦，真係近咯。OK， 我好似咩是半夜2點幾對厝咯，嗬。然後我 before 愛講我嘅厝嘅時，嗬，我都愛過一個即講係啲 low cost factory 啊。小型工業啊，迄邊即係得人厝嗰啲啊，個下一過了，誒就是無人咧嘛，即個 factory 無人做工咧嘛，所以一條路直了有一個 payphone 就係public phone，等陣是2點幾了，แล้ว我嗰陣時我坐 bike 咯，誒對咯，แล้ว回看到按照半暝了有人排隊嗰啲，排隊拍電話嗰啲喎。哦，伊phone booth 嚟㗎，特啲咧電話頂嘅呀。對，伊個 booth 嚟對。แล้ว我諗應該是係係Bangladesh，แล้วก็冇可能喎 weekday 嚟到就係，แล้ว冇可能啊，แล้ว有時有看有個落嚟啲人排隊嚟喎。แล้วอยู่花就見，誒，就係佢那裡冇開喎。then 佢行過了，都好。搭波講。搭波是搭波嚟。看未清楚，真正伊個 light 冇講真正貴，迄邊伊 because 伊個 street light 冇講真正近啊。
then 我悄看了摩托 bike 誒，我摩托會照講未到迄邊個，伊是到 opposite 嘅路嘛。แล้ว冇慢慢滑แล้ว你個幾步不去看？嚇，就是後真正海南啊，半暝3點，再個有人拍電話，平常時看都無看到誒。แล้ว拄後尾一看啊，伊排有像有5個咯，後尾一個伊頂面過來嘅喲。看無到面誒。看到伊個頭毛，安尼款佇後尾了成個伊一個坑入去誒款。無面鬼，真正無面鬼。แล้ว看到哇，แม่驚แล้วรับ油走，แล้วก็嘟好趕咯。แล้วแม่เป็น鬼ที่เขาใช้บ่ accident แล้วget it morning ไอ้ที่做工嘅時候，唔加完就落。แล้ว冇個唔是個彎過去，แล้ว一擺是到啲歪塞咯，對唔對？對，你去拍邊嘅路啊？你冇驚咩？我冇 morning แล้ว有 sunlight 出來แล้ว陣時 then 我冇 stop 咯，都睇下看你係咪哦？係咪？伊個 boot 啊，ก่อนหน้าบูให้เลยแตนวายแล้วเว้ยบูให้เลยเขาอยู่เขารู้ให้เลยลองรู้เย็นเนี่ยแต่พี่ให้เลยแตนวายเทียหิง่ายอ่ะให้เลยหาหิง่ายโบแล้วเว้ยว่าใครจะขึ้นเจียวตัวเนี่ยอ๋อเยอยู่เยอะนะฮะ康法誒你當然個你個隻隻你個少做到啲飛機嘅點嘅啫有個啊 then 個有一個是個甲本是較忝嘅啦，迄個是有一擺我去印度啦 ，OK， 印度第一擺我就愛是midnight flight 嘅嘛，差唔多12點幾1點嘅嚇呢，所以到迄邊是 early morning 咯，所以嗰陣時嗰陣咩是最多 flight 無付。then 我第一擺是坐 on duty trip 就是坐頭班嘅嘛。一個 song 嚇 then 佢自己應該是有6個 customer 喺下呢，แล้ว真係 split 咯，回一個，แล้วรุ่นใจ講第一擺我人 on duty 嘅，แล้ว起飛機就是 base 嚟 note 講 do not disturb แล้ว嘛，cabin crew 無來亂我人แล้ว嘅，所以我就是控得夠แล้ว嘅咯。แล้ว佢前面就是起飛機，แล้ว我是坐window seat 嘅 ，OK， 第3位嘅呢款。then 冇 OK 咯，係少少咯，起咯，背咯 take off แล้ว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就後面行食แล้ว就直頭點正後一樣就是冚開咯，困咯。then 我本 BB 困啦嗬，แล้ว唔知 suddenly 卡定 start 拔起來了start 拔到卡推回去，然後就是賣車哦，把酒店咪咪哦，然後死咯，有時按照一個嘅人甲我坐喺我頭，坐喺我頭。我想問跳過，你唔知是到微微話我係講曉唔知？就是咯，了講。แล้ว有影是要水甲我坐落去喎，แล้ว貴人有影是袂起手本袂殺，無菜了殺，那個死白臭迄個骨肚味。骨肚味啥物味？哦，個零件味。哦，個零件係啥物片咧？個零件吼，哇，真正臭喎！แล้ว啲邊點啊啲勁咯，勁了，紅響將大聲起來咯。then แล้ว就是響聽起來แล้ว你。crew 我走回來咯，冇冇哦，還沒數，冇就冇解講，忘掉咯，咩可能咩咯，แล้ว冇數了，我咪咯，就是喺貴，我咪你看到你是棒棒，你是感覺到伊卡穿借落嚟，你還是伊對頭前嘅咧帶路。你是看到後背啦，你是看到一個隻啦。伊借啦 ，because 因為我講伊落去 about 120 degree 嘅嗰啲係嘛，差唔多係 flat 了係嘛，所以咧伊就是借落嚟咯，借落嚟都係喲，打波嚟，真正大隻。哦，真大隻，你看到邊個是棒棒你一個暗啦，有可能你飛機。個暗咯，咯，咯，嚇！了就是奇怪，我後尾
get 攞嚟為伊阿毛狗。伊只好笑，應該我 I think 伊看到本，伊無困，我真係無困，我看到伊嘅 reading light 是 on 掉嘅。嚇！แล้ว伊看我，แล้ว伊不買他日食冚呢邊。嚇！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交付自己on what return flight。โอเคว่า return flight ตุ้ยไหนแล้วว่างแต่ละไปใจว่าลังตุ้ยสิตัวสิของว่างเจตัวที่จะให้มี registration ปุ๋ยกี่ว่างในใจมา then ตุ้ยสิว่าก็สิตู้เดียวที่จะปุ๋ยกี่都得上一頂上一頂特別ว่าเจที่ไปเจบ่上位啦ว่าเจ the other side แค่ขับ頭整淡薄แล้วว่า有人เจแล้วว่าดูแล้ว唔計ว่าลังตู้เนี่ย flight 都是差唔多無長時間嘛，是 in the early late morning 啊嘛，差唔多5點幾4點幾 because 1 hour turnover เนี่ย嘛。แล้วว่างมาเจอ到佢แล้ว少少啦，攰แล้ว天ก็未光咗都有，แล้วอย่าง咯，我看住我成日頭陰咗，成日頭陰有事發生冇咋？你看得死啦，你看死佢有掉相嘅。嚇，街一般是唔像。不是滚落去，一般哈就向跳咧，就跳咗多邊嚟。แล้วจังมัน repeat 咯，จัง repeat ว่าให้นี่件咯。แล้วว่า佢เอ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เก่าเป็นไหนแล้วว่าตัวที่มวย大家去มวย看喺你做工嘅咯。你一樣講有一樣這頂飛機其實有一間heart attack 死過到這裡。相借為 3A 喲嚇真係伊是我免煩惱啦，我無坐 first class 嘅嘛，見我未拄到我無揾坐 first class 毛毛狗啊，你無散步啊，是咪情調下？冇喎。你情節是啱嘛？毛毛菇啦，毛毛菇。我聽到有人叫毛毛狗，阿毛啊！我聽到有人叫你毛毛狗。冇別，佢情甚波，但係看開啦，我特登唔係 screen 都攰成個你嘛，滴，你看啊。對。散步是安怎？散步唔是抓係咩？冇啦，散步鐵棍呢嚇？你識人講虎嗎？講虎啊！人家冇用嘅，用掉咧，你咪自己卡窗位度俾用。冇，你會使。特別用格林啊，講虎。有人填一個保安咧，啲掉掉清咗咧，伊唔係清人啦，伊清咗咧，一記喺你散步條啲保清咗。咩清當街嘅？其實講一啲嘛。lúc đầu thì bỏ xả các anh nó này họ nó tiểu nó đang hoàn chỉnh nhiều hơn mà một thành sắm thay chú này tiểu nó lúc sắm thay chú là hoàn nó lúc khó quỷ thì tiểu nó làm gì mà 我有 friend 介紹啊，伊講比較喺你菲律賓度啊，樣成日暑假用喺你陪啊。咩陪 ？leather 啊，這種嘅 leather 樣是 Christian 用嘅喎，我唔知講係 word 嘅講下。樣前日暑假穿這種嘅陪嘅喎。我食嘅嗬。嚇，我食嘅陪嘅。係咪嚟講我聽我唔知喎？我唔知咧，伊樣人嚟講你會使穿嘅咧，可能陪，所以樣喺你面一件啊，樣交陪啦。交陪。係咪爛交陪啊？你過陪冇安尼大地啦，有可能是你特晚係你大白看到 monster 咧。我以 about around 50 cent 安尼大條。50 cent 咧大條，意思圓還是四角嘅？四角，嘅，你是拉三，你是清到啲成一年咧，可能是行到啲 pocket 上咗。係。成一年嘅你看，你有坑嘅是一地配啊，然之後一年嘅貼一坑一配。伊掛一坑回來咯，咧貼過去咯，安尼看咯，咧伊冇成一個丟，安尼看咯。哇！咧伊穿起來冇成一個 flat，安尼看咯。我冇看過喎。
哦，有只係迄個菲律賓嘅人情啊，你見？哎呀，啲唔是，因只菲律賓有可能伊個方式唔是 Christian 嘅，我冇聽過，有可能是菲律賓嘅人情嘅。我知樣是 Christian，特別因菲律賓有家己嘅方式啊，劈車。哦，應該是咯，應該是咯。如果有介紹一定係叫我講情啊，特別未情一撚流汗嗬，แล้ว嘢แอนดีอ๋อ出來個了水水嘢。誒，我頭晚聽就是講啊，伊無能講只隻咧，佢哋鬼物件，你講下，伊無能啊。講咩？頭晚你講只隻咧，你佢哋鬼物件，你講嘅話係咩？啊，咩物件？咁你講嘅話係咩啊？你講各哦，係你好。我講看一個戲嘅睇撚呢。人看一本冊講 ways to 看按照看鬼。哦。一間去 try 哦 ，try 一間試哦。咦，我買試過。買試過。阿 John 啊，係你拎我。姐，係，你叫啊 ？email 啊？你聽過？你看好你問 try 啊？這是，哦哈，不 try。你聽過？我唔知老節目。你有聽過？ไม่แหกอย่าลิงก์มาก็มาแหกอย่าลิงก์ต่อเด็กแหกต่อที่ Facebook อ่ะไม่ใช่ Ustream มั้ยI mean Skype มั้ย係講假喎，會話講。係啲 Skype 裏邊啦，係啲 Skype 裏邊我係看。唔是假喂，即係看嘅夠嘅正，我跟你講。我頭嗰時我是假喺度。啊了。特別人做啊，梗係正呢。做啊，梗係正，就是我對我食。誒，你記伊領係嘛？都到嗰邊啊，係啊。你個係去啊？但係我係 upload 幾年。打翻去看下。啷個嚟誒，你使 post 去錄講嘅喲。比起啊嘛。啊，這個是伊人是成啊，伊人啲唔知啦，做甲較正呢。Sorry。一點鐘幾啦，你慢慢去看啦。哦，點鐘係幾啊？1點鐘半。哦，The Tunnel 2011 full movie 嚟，好see movie。Support this film. Check our great sponsorship. 哦，你去看，你咪看太多，哎呦。哦 ，OK， 我可能去看，我唔去看，我看。100哈，係咪？我未都看者，較早嘅時啊，有一個人講幾個事 about 一季紅成本嘅山嘅點啫嗬。你看到有人穿阿仔，佢攞穿藍穿衫，就冇嘅嗬。日本豆腐。我聽你佢哋故事嗬。我想起古早我讀中學點啫嗬。我唔知是我忘掉，還是伊在我，你陣都我是伊嘅 friend 啦。哦。我唔知是忘掉，還是伊在我未記啊。我看上上物件了。哦。伊講用壁為村頭出來嗬。我唔知是甲伊白白去喎 ，because 古早你物件做好點啫嗬。我唔係個12歲嘅嘛，你我佢哋拍到嘅嘛。我唔知是我甲伊去還是咩。Maybe 上都八億啊！我唔知啦，我唔知。我總之有安款嘅影響對。特別你是影響是聽到伊告訴我啊，會影響。去個就對，去個就對。哦，成個其實你個幾把經驗過，你看本來是講。我唔知是伊在我，還是我家己忘掉個掉啊，還是我自己看掉個掉แล้ว等陣個看，因為我個看，等陣我看，等我隨看你，嘰哩嘅聲係棒哦。因為我continue講大媽告訴我。對，大包雜包你講。我先 continue 我告訴先嚇。一大包個 end 到，只看 sorry 嚇 continue，到底你故意告訴。
OK，actually 發生嘅咧是查某來嘅。伊是安怎款呢 ？after 我問隔壁誒厝邊吼，因為我嘛甲隔壁厝邊安啲啊尾搬來甲姑來甲來嘅嘛。了我嘛個問咯，講即個到底有 feel 到安尼款嘅物件咯。了隔壁安啲講伊個是安尼款嘅，講啊未搬來以前吼，有一條查某一行到啲個路位，伊毋知是過路還是蝦米。了伊互毋知互車弄掉，是互羅哩弄掉，安怎咧吼？伊佢哋頭斷啊吼，伊頭飛去一間厝嘅。哦耶！啊，了就是安尼款吼，一條一條伊就是安尼款咧，一條一間厝咯。了有一日點聲吼，房間每是房間啦。了我直個了吼，用個了來我老爸做大，แล้วยังกันละสา來 holiday 啦嚟旅行嘅啦，แล้วยัง個嚟阿妹咯，แล้ว我個只嗬一個困廳咁就，แล้ว我กันละ個困樓頂咯，咧三個房間咁摸人啊แล้ว咯對，แล้ว一嘛困廳咯，應該一場啲位唔使教嘅先做翻啦，แล้ว一困了我人กันละ嘛冇關係咯，嘛去困了咯對，แล้ว佢一天光嘛就再去幫困車對。แล้ว我人一人落來吼，全部依起都這樣。แล้ว我人個奇怪，這個到底走去嗰度安尼早啊，無了6點幾7點伊無佇啊嘛對。我人個吹，我這全部伊咋？แล้ว古早個無手電話嘛。แล้ว我等家啊個10點幾9點幾10點咁樣咋？伊個用門口一堆嚟咋？用門口咋？都對個口出來，入來就對。你去嗰度位嗰啲，你看咋？因我去往自己人大迄邊嘅，近嘅啦。我自己人大迄邊嘅，伊個走去伊厝困咗啫。แล้ว我人個問伊講，咩事你走去我迄自己人厝困，你看啫？伊講係你人唔知，攏個大人困，個人個拄，你看講。到半暝3點起，咩2點幾3點，應該我個就真正唔到本嚟嚟計減。你暗暝呢吼，你唔叫頭上會強伊可能。耶！真係被 rape 啊！你個一小人頭。哦，哎呀，把他未使小人頭嗬，鬼嚟幹咯。你咁是想話你可能？啊，你是最，你本是人頭啊？我唔甲你講過啊，我早哦，對，特別冇咩爽嘅，有時講。就對冇爽啦。你爽都唔計。伊來徛路啊！哦，你想甲你做愛可能你哇貴，幾隻起來食香菇條鮮呢。哦，誒，你特別你這句是看到，是唔是你句？我這伊無看到吧？伊知講啥物件帶了，伊方面衝佢咯。哦，伊嘛軍用嘅。人無講啊，我唔知啦，佢唔知啊。叫你每直路嘅哦。แล้วรู้เลยรู้ไงอ่ะไม่ใช่รู้ไม่ใช่เสียวแก่ไม่ใช่เสียวแก่我講係แค่ต่อไปแก่รู้定咗係是รู้ไงอ่ะ學鬼間啊สิ冇啦我係嘅嗰啲哦我唔知啊成講咪咧做以 frequency 做到嘅當然我就嗰啲哦定到以 topic 咪是叫做學鬼間咯咱講嘅咧是咩อันนั้นคือการละกูยังไงแล้วโอเคนะ都潮嘅根呀係咪嘅我就是我朋友特別就衰嘅讀嚟講人講我免夾鬼人哋我潮時鬼嚇到鬼我先嚇到鬼走嘅了時候係人講有你俾我博士佢嚟講我博士就鬼潮佢會搞博士。OK，咱今日講掉啊，咱今日講掉啊，搞定啊。冇莫白冇講掉啊，冇莫白。有啊，講淡薄。我係講到伊出租嘅巴嚟看嘅咯。我會長一個用緊。驚！誒，我可能去看你幾個故事。那個有阿蕉嘅個夾一個，我 post 喺我誒 website 本，或者 post 啲這幾個 topic 出嚟時候 post 另外隻 YouTube 嗰啲。係你唔知新加坡係咩啊？冇莫白路去看啊！阿蕉 share 啊！阿蕉啊，看了驚咯！要百度啊，看了驚咯！驚！你是講故事呢？是要直接翕掉嘅？
伊是interview 正人即个事發生咧，伊出互人咩 reenact 嘅 actress 啊，哦 reenact 啊，有你我冇咩驚，我特別想看正 clip 嘅我嘅驚，即 reenact 嘢講故事我冇咩驚。阿John，你有看過迄個大人嘅啊？嚇，講迄個伊一個查某等伊翁拍成對來，還是翁了伊某死去啊？無誒？啊，你叫咩 topic 啊？嚇？啊，是 real story 嘅啫。得一個。我講嘅是上帝喲。啊，上帝。重克倫克你看，你叫咩名嘢嚇？百度是假，百度是正嘅故事嘅。啊，阿咪人碌啊，什麼啊？係咪先人啊？什麼邊？啊，人碌個。人碌。啊，成日是。昂北。你頭啦，昂北小牌啦。昂北是小牌啦。昂北是我個昂北是我個人嚟啊。到時嚟估啊，到時嚟估嘅。伊個故事是講伊一個查某到啲一間房嘅，了翁拄倒去拍戰，了伊個某後尾生囝死去，囝生咗佢是死去，了伊翁對來點聽吼，喺啲規間房啊吼，無人啊啫，了伊對來是伊去見伊個某咯，伊某就是唱歌嘅咋，了喺啲規間房人就講，即係伊某你死嘅啊，正嘅故事，正嘅故事，百萬是正嘅故事嚟。係咪能啦？對，能啦，對，我想講。我冇看過話 YouTube 睇看。copyright。鬼嘅話，今日鬼冇 copyright 嘛？copyright 係 copyright。我唔知啊，就你鬼奇咩？這故事未歹看，或者正嘅故事嚟。我是我是暑假看成個怪談嘅，可能你成翕到嘅樣物件成叮當電可能什麼。講起怪談我同你講，當見人怪談 already 是線嘅啦，就線嘅嗬，一人平掉。叫做怪人，叫做怪人啊。依陣係講一人去做佢哋靈探嘅活動喎，伊是真係 live 嘅。哦。伊嗱是。講伊成幾嗱節我哦，伊是正有人幾日線了嘛，咱有啲家私啦，咧係絲啦，面嚟講咧，可能一行絲係俾都得。哦，我睇看啊，你睇看。YouTube 睇看。我是俾嘢啲。我你俾啲啥？YouTube 冇㗎。哦。YouTube แล้วก็ทีนี้อีบาลูโจเดียวนี่สิก็เอาแบบปีนแรงไงอีหลังหลายปีนแรงแล้วอีติดเตาอีก้องปีนแรงจะก้องเลยสิก้องทะเลซูที่กันเกี่ยวอาหาร Secretary Secretary อีกอย่างลุยแล้วพอหลังผ่าเชี่ยวแล้วพอหลังแข่งกันแล้วไว้ซิลฟี่ตัดมีเป็นไงสูแล้วอีหลังเอาอีหลังหลายปีนแรงหัวอีหลังโคตรคิดอีหลังคิดเดียวหัวหุ่นแล้วต่อเขาเป็นอี發生事嘅時候หุ่นนะ嗬，แล้วอย่างเงี้ย掉就แค่นู้น就，แล้วอี就請伊就想講愛調到伊可以安死安尼款啦嗬，แล้ว一看那時我嗬，伊自律評估的，แล้วอีแต่เฮาล่ะแล้วอีเกี่ยวกับอีมาไอปอเตียงมาแล้วไอกะทิพอกะทิอันนี้นะเพราะใกล้กับจริงเนี่ยนะจุ้ย即係而家自己嘅。ต่ออีกแบบปุ๊บ我唔知啦，伊是嚟กับติดไหนหิด啦。你講福建話？係講福建話。成日頂到時候咪是怪頭咪是捌來過，咁請你囡仔啊，一隻 baby 講條冇曬啊，因為對。OK，感謝咱下禮拜咧季節，咱就對嚟聽鬼故事，就是講有興趣參加我人鬼故事呢，咱特別注意我嘅招啦嚇，就啲twitter.com/johnong 嘅位，啊，不就是 twitter.com/邊學見，然後你使過去嗰邊。
聽我講幾個故事咯，不，看我其實講幾個故事，我一個節是落一道應該嚟，一道落因為是應該是一個月，是攏特別注意對調，我若無就是會使去幫面冊，本邊咧hokkien.com/面冊，不，邊咧hokkien.com/Facebook，或是 Facebook.com/ 邊咧hokkien本會去找到我嘅朋友，然後希望攞就是個聽幾個故事即個往時無毛病，然後我話頂這禮拜去邊咧hokkien去頭一名，不是頭一名啦，第三名是。唔知幾多類啲 comedy 嘅 podcast，然後個有 hot topic 係唔知咩啊 hot hot podcast 係起第一名，所以人特別鬥下手咧，就是講人若是有聽是用 iTunes 或者 iPhone 聽嚟講，有人就再講 iTunes 就咪 X 一隻 X 一個podcast 係學對起就出名啦，不到。但是講就出名嘅時候，不到我一年對一道，講人啦做6年7年啊，冇呢個叫 all bucket。好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咱嚟再見佢，拜拜，講拜拜各位，拜拜，拜拜。誒，等陣冇報告，等陣我冇報告個啦名㗎啦，特別報告先，Evoling 大伯海參冇講到個有毛毛菇毛蛋冇講到，แล้ว個有無毛白。加微微娃娃，大背景個，OK，感謝，拜拜。